就是追寻所有的一些相，然后逐念流转这个逐一个念追逐一个念我们念头都没有停止啦，一个。那含义呢，它也有说我们追逐所完成的一切事情形象也都有跟那面连下来一直流转。那悟那个是倒装句不曾开悟的他用这样诚不开悟比较文言比较好听不曾开悟比较白话土话所以诚不开悟拢无安尼打开我们的那个心来领悟性净妙常，竟然不开悟。那个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本来就很清净又很奥妙，又常住不迁，所以那个常就有如如不动的意思啦也是常住不迁，没有变化妙呢很奥妙常住真心不寻所常，我们不遵循这个常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这个佛性本体，我们都不遵循不循着所常逐追逐所有的生命逐就是很多啦所有一切很多追逐有很多的生命我们都去追不生不灭不追，生灭的都去追就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那么由是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都追生灭所以就让我们生生这个生生呢，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是一直没有中断的，所以叫生生。那杂染就是不一定每一生都当人那个有时候会到三恶道，有时候会到天道所以那个叫杂染流转就是在六道里面在轮回六道轮回一直流转不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是我们没有深入去研究了没有研究的话不知道他就一直遵循的我们的习性，然后就这样一生过一生。若去生灭所谓真常，假如说我们可以把生灭能够弃舍掉守住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真常，能够守住真常然后弃掉生灭，我们常光就现前这个我们佛性都有一道光善人他就黄色的，恶人呢他呢就黑色的，都有一道光。那这个常光呢它是永远都有都在。所以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个佛像尾叉来佛像它那个头旁边都有一个很大的框框那个就是常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有，只是我们被我们的妄想杂念盖住了，发不出来，没发出来而已赶快大家都有啦常光就会这个现前那六根六尘六识根尘识心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产生六识之一种，它都生灭，都是变化所以三六一18这个18层地狱就是3个造成的啦，六根六尘六识造成18层地狱所以我们根尘识心全部都消落不已经这个生灭的都没了啦已经真常的所以这个六根六尘六识都应时消落因为我们常光已经现前的咱本体的那个佛根造出来所以这就拢无去那想象为尘这个想就是咱的念头，相就是形象，咱的念头跟形象呢
都是尘，事情为垢，我们认识的，跟我们凡尘在用的，这个情，都比较走路事情，所以认识也是一样生灭的，事情为垢，所以前面的尘，后面的垢，尘垢，咱就是用沾了很多尘垢啦，咱这马修道就是要把这些尘垢拢去掉，就清净啦，清净就会互咱清净的不成本体啦，所以尘垢拢买，不要有，二句远离，就是想象远离，事情远离，二句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明，我们见法之眼，已经看到法了，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这呢叫做华眼，见法之眼，就已经很清明了，看它就清澈了，已经拢知影咱那个常住不灭的那个真心，都能够了解。这样的状态呢，因何不成无上知觉？为什么不成呢？绝对成。无上知觉就是佛啦，佛就是无上知觉。无上呢，就是最上最高的啦。那个知觉知影，最高的什么拢知影，就是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时候拿英言加减背啦，有金孙嘛。免费吗？有在背还要继续背。有在背。试试看。一至终生从无始来。不要，会漏气。下次背。有讲是想问一下，一般我们常在讲的自心一处自心一处，它是属于什么样一个修行？自心一处那个是说，我们都比较一般在生活之中我们神都分散，自心一处就是讲把心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方啦，自心一处，迄就是讲要互咱的整个精神拢集中，你若集中容易成就，你若无集中就分散啦，所以我们分散是很正常。我们的习性都是分散的，你这个自心一次很容易就集中了。那个不固定说在哪个地方啦，比如说我今麦看我头前这脑筋对吧？我自心一处直直甲看，安尼啦，容易不？很容易。你念迄五字真言，都无同五字真言是说这外面，那自心一处。五字真经那个是我们的口诀啦。对。在讲那个时候它已经通到无量无边了，所以那个跟自心一次不一样。可是有的我们会用那一种来收摄我们妄念。像这个真实自心那像是不是要怎么说？是不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但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情况之下，六根对六尘会产生六识？一定会产生吗？一定产生。那如果这个六根对六尘如果没有分别心的时候，这个六识就不在了。会产生，它一定会。除非我们修道了，我们修道六根对六尘，六根对六尘因为我们能够事先去了解到理了，所以我们不会根尘相对，然后从我们的根尘里面产生很多的联想，产生很多念头。因为这一些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会有一种那个自私的心态这对我有利我就爱，这我不爱，一定有这一种情形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已经修到已经知道眼寂则生，眼散就灭。那这个时候啊，你根尘相对，根尘相对相对了以后你那个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已经在你的管辖之中了。你要给伊生什么念头不是那个自然造出来，而是经过你训练的所以那个就不是世心了。我们就是得到我们完成了生活一定是用六根面对六尘，然后根尘相对我们就产生心那个世心就是生灭的，就是我们认识的心那个叫世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世心的用我们已经很习惯，用得很习惯，所以你看到什么形象，产生什么念头，已经有模式了所以那个变成自然而然，你不知道，你起念头你不知道有当时不是讲咱起念，是那个根尘相对造出来根尘相对它跑出来的，不是我们起心动念。假如说没有那个没有你的根，没有尘，不会引起你那个念。这个时候不是起心动念，是被那个根尘这个互相吸引引诱。可是我们有时候大部分都不知不觉，我都安尼自然啦，拢家认为讲是自然。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自然，那是咱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在凡尘生活之中被习性左右到不知不觉你这么左右不知不觉，咱这么看一定有咱欢喜的，有咱不欢喜的有喜欢讨厌的，一定有咱就一定在心肝内底就有取舍啦这好这不好就已经有了，你心里面就产生了，虽然还没有落入行为，可是已经产生了喜欢讨厌，喜欢讨厌你有喜欢讨厌，有取舍，对不？虽然你还没有行为啦，可是心里面的取舍已经形成了形成了以后再接着个拄到你就讲那个我欢喜的，你就想拥有那个我不欢喜的，经排斥所以我们要了解，在你那个意念形成的时候，业已经形成业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了所以那个行为就很粗了念头才是很细这个时阵咱会使修会使改变咱咧修道就是直接要改变改变讲我是安怎得爱欢喜，是安怎得爱受去那个排斥，我为什么要喜欢讨厌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调整，了解说凡尘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现象，眼寂则生，眼散就灭，根本它寂跟散都是幻，拢假拢假我这么了解，我无爱欢喜嘛，无爱讲受气，我不取也不舍，那没有取舍，咱就已经跟真理相吻合啦，不落入私情，咱无落去讲我欢喜，我无欢喜无讲有嘛好，无嘛好，迄跟我无关系迄拢幻象，你看一不一样？但是你在说我不喜欢，还是我不喜欢，还是喜欢讨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在哪边？在现象之中。所以那个是假的。你要先了解，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这个理这个都是假的。可是假的形成以偶然喜欢，偶然讨厌，已经形成了形成咱就用习性来应对你用习性应对这个境我就爱这我不爱不要说别的了，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场来说咱这摆请媒再讲，但好，因为媒跟大家广结善缘那假如说有一个那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你看嘛，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这叫写哦，很微细哦，可是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在念头里面啊，已经有了。啊，咱就是伫咧微细的念头要形成有了，我们可以调整，可以训练，说凡尘所有一切都是演技则生，演善就美，都是幻象，不假不真，我们不要认为真。啊，这样的话我们越看就越宽广，愈看愈宽，袂集中伫咧下下内底啦。咱若对某一个景象你特别喜欢的话，你也会看淡，不会说我一定爱，你假如说还没有经过你修正的时候你对某一些你非常喜欢，你就一定要追。某一些是很讨厌的，一定排斥，就这样两极化。有一些无可无不可啦，拢会使，就变成这一种3种处理方式啦。那我们研究真理以后，就走入真理世界。那真理世界里面这一些呢，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那我们知道都是假的，假的我们也要应对啊。你不能说假的我什么都不管啦，不行，还要应对。所以假的也是假的，假的来我们用我们诚心诚意去应对，叫事来我们则应，事气抛掉。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已经我们生活之中都不一样了啦。就整个都在真理里面，没有那个业使我们造，不造业比如说看到东西非常喜欢，你就一直想拥有。你要告诉自己，我一口气不来带不走的，那个拥有的心就袂足强啦，对不？这粒酸椒几克啦会当几亿，爱到要死掉，佫真容易会当摕到。你看嘛，心动不动？绝对动。你告诉自己。我一口气不来，我带得走吗？带不走呢，我干嘛去跟人家争？是不是看淡了？你看淡了你看我们行为就不一样，就不会说我一定要拥有，没有也没关系啦。所以我们就从真理走进去了以后，很宽广。你得到了，你也不会说高兴的不得了了。失去了你也不会悲伤，反正我生也没有带来，我生也无带来，我唔才不时咧讲咱来出世无半项，会晓背袂？转去啦，双手嘛空空啦，带伫世间迷茫啦，死了江山换别人，讲到互恁大家拢听较只佫安尼佫来好，我背。少年唔捌听。少年捌听对就是我在讲那个上次我看报纸的啦，就是有那个一个儿子独子敢若一个囝尔爱得在教册，然后跟那个老师一样教书的老师就看介意咧谈恋爱，谈恋爱的时阵，伊爸爸我那无意见，甲讲要结婚的时阵摕8厘，去学迄算命讲这无效，这若叫会安那呢拢讲一大堆歹话啦因爸爸就安尼真坚持唔互因结婚，但是声因的安尼已经拢情投意合迄安尼无理我的死，已经没办法离开了啦可是那个独子又很孝顺，很孝顺，足友好伊就算讲原来甲迄个女教师就分开啦，伊转调去别个学校，结果那个女教师又调到跟他一样的学校，这下一个去做伙啦，因老爸就坚持唔互伊结婚啦，
他没结婚哦，那个女孩子哦就去嫁人了啦，去给了。但是这个男孩子哦，他用钱很专啦，就是不转移呀，不转移转整个人生的那个生活，那就一点笑容都没有了。过一年就死啊！死的时阵你看孤囝呢，搁遮友好呢，因老爸就忏悔啊，啥物背你好无好，都会当到你就好啦。就足后悔啊！就讲我咧讲一句啦，咱来出世无半项，转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哪迷茫啦拢都敢若迷茫一个就过啊，死了江山拢换别人，伊规个就拢你看变做老孤单。女孩子嫁人生2个孩子，然后带到公园去溜达溜达。所以咱伫世间哪迷茫，我都讲，我们晚上是躺着做梦，白天是站着做梦。白天的梦比较长，要等到你一口气不来，你的梦才行啊！我来真是啊拢假，你即马咧活逐项拢真呢，逐项拢爱甲人计较，听后死讲免计较啦，迄拢假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真理，真理不会变的，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那个男孩子的那个钱是对方在啊？他的没有，这个没有无关到经济，他不是没有钱。我是说他七情是。你即马是咧讲钱我讲钱。做老师才有钱啊。做老师才有钱。老啊。你上班那时候。你看，谁表现出来，那手机闹。有没有办法转化？转化，这个真的是，假如说他的命不要那么短，不要说1年的他折磨自己啦，折磨自己1年就已经就离开凡尘了。假如说他能够再熬个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他的父亲的那个视野里面，莫有因老爸看到一段时间，然后他也不变化的话那父亲就会变化。当父亲变化整个事情就变化。不过你看看我们容不容易变化？当你已经认定了以后，容不容易？很难对啊，就是这样反正就是安尼。每项尤其好难，好事才难办你若讲要做歹代志，就好做；做好代志，歹做。我们不是求道有那种分神顿断吗？那个这个能不能转断？他没有求道了，他也没有修道所以没有研究这个。他只要说肯研究就好了超越嘛，你整个超越所以我就讲，你若准你爱会着结婚结婚就生囝就饲囝大汉你就老就死搁有啥物好通去会当搁去谈恋的，有没有？你纵然什么都如意，也只有这样什么都过得很好，也只有100年啦。你干那要谈安尼就好嘛？你一世人安尼就好干。所以你看是不是可以更宽广，让你能够永远都在不是说只有这个现象的时候在没有现象就不在了。
所以你看咧研究道理偌好，哎呀，真的斩断，斩断哦情愫，哦那一些啊抒情哦，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圆满啦，哦，迄拢是一个缘啦，咱就拢结些缘就好啦。做伙啊，翁某嘛缘对哦，你看卖翁某倒一对翁某袂冤家，逐对嘛拢会摩擦，对无？你若讲哦，互相给对方空间，你看是毋是足好诶？都没有互相摩擦嘛，互相尊重，老来扶持，所以我讲哦，你看咱若破病一定厝诶人咧甲你顾，你边诶人咧甲你顾，无讲迄个陌生人咧甲你顾啦，有啦，用钱请，迄嘛要趁钱，毋是讲咧顾你诶人，咧顾钱啊。前一个同事，他被女朋友放弃了，对他来讲好像是，就是说他会提议他可能用高，但这种是什么原因？他的感情跟一般的感情不大一样。没有，他都被2次女朋友放弃了，但是对他来讲没有伤到他的感情。他不要攀这个。攀人，他就不攀了。对，我说好有智慧，这才是心。所以啊，你看咱环世间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本那个因因缘缘啊很难去拟啦，很难厘清的你看安尼真好，中间伊很苦闷的。他没有表现出来不过他至少会有说困难。所以啊，我就讲心我们心你假如说心已经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你会在意一个女孩子吗？会不会？不会啊，有很高兴，没有没关系。你看安尼多潇洒，对不？所以我们一拓展我们自己视野很宽广的时候就不会局限在小格局你搁看那如意安尼，恩恩爱爱结婚囝生了，然后起囝，就这样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按不嘛，干那安尼尔你难道只有追求这样吗？你就满意了吗？所以我们就了解到，真正的追求到满意真的脱离苦海，这个才真的满意我们凡尘事也不排斥，可是也不迷恋，不迷恋凡尘事，虽然说事来我要应，就正常的去应，该怎么应就怎么应，应过应付过了以后就抛开，什么都没有，过去就过去，过去了就没有了。刘讲师，那譬如情侣他们夫妻说下辈子还要当夫妻，也是可以再来当夫妻。可以啊。也可以。那个等于他们发愿了。所以我就在三重遇到一对那个太太讲话的声音就粗的，那先生讲话的声就以为，那就是前一世感情很好，相约咱后世人过来做翁仔某，过来就是正是互因做翁仔某啦，有角色对调，太太变先生啦，先生变太太，连动作都一样。太太跟他吵破，先生跟他小嘴，你看了就会看了你就真的会觉得说安内可是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就是感情，夫妻感情好，相约下一世再来。那你们有结婚了，有没有相约下一世再来？所以
夫妻要真的感觉很好不容易啦，那个都多多少少都会有摩擦，你摩擦有一些都会在心里面产生啦。开始是只有这个怨，一点点怨，可是你到后来就变恨，其实你问一问，你在恨什么？真的想一想，嘛无嘞。可是我们就缺少那个回想，到底我在混什么？无嘞，伊都无互我混到遐严重的所在啊，没有，了解的好。那我们呢再回来看这个楞严经。那么底下这一段佛告阿难，根尘同源，虎托无二。这边这个就已经蛮高的程度了。说我们的六根跟六尘，我们的根跟凡尘的所有现象同源，一样都是从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出来。都是同源，根尘同源。那虎托呢无二，虎就是被绑住了啦，托呢就是已经解脱了，这个被唬住了跟呢解脱了无二，就是一样了。那为什么会我会这样子讲？就是呢我们要追到源头的时候追到我们的那个本来原来我们这个虽然说落入凡尘有根尘的分别，可是还没有落入凡尘的时候那个根尘呢一同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它同源就是源头都是相同所以我们呢这个福也都是自己绑自己啦，解脱也要自己解脱啦，所以解脱呢跟呢是福它都一样的没有两个那四性虚妄犹如空华，就是我们认识凡尘让我们束缚了我们这个认识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这一些全部都虚妄好像呢空中的花啦，空中本来没有花啦，那佛都用这个比喻说空花。各位要知道佛在讲的空花就是我们看到的万象。佛说这个万象就是空中的花啦，按古人看过实实在在呢，那也空中的花。所以说六根也没错，六尘也没错，是心在错。心也没错那个就是已经呈现现象了以后看我们是住相呢还是住性？你住在相千差万别啦，你住在性只有一个，这样所以我们进入性了以后就全部都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做绝对体性。你住在相千差万别啦，你住在性只有一个，这样所以我们进入性了以后就全部都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做绝对体。一相了以后哇，千差万别啦，拢嘛无同那我们在相一直在分
我们呢其实都是呢住相才会计较，计较啊，就是有形象啊，有形象才会计较。你若无形象就袂啊，无形象行入佛性本体的绝对体内底，无两边啊，没有两边啦。所谓智者啊，化二为一啦，愚者以一分二啦。把两边的因为凡尘既然有现象，一定有两边，我们一定要把两边合成一个，你来就无纷争啊啦，嘛无是非很多，你若讲无智慧，本来一项你就甲分做两项，迄代志就足济啊啦，所以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事情。处理的话好，变成拢进入去佛性。佛性里面没有这一些，没有分别。可是落入现象你看咱的易经真的无极什么都没有分别啦。太极已经有一点开始酝酿了。你看两仪都有阴仪阳仪啦。都已经两边啦，两边的底下天地形成就有，可是它从哪里来？从无极来。那我们回归到无极，没有阴阳，你有阴阳以后，有阴阳就有男女啊，就白天黑夜啊，就两边啊，拢自然的嘛，天地自然就这样。那我们了解说，都是从无极来。那无极就是绝对体，从绝对体来以后才分化，那分化了以后，我们在分化里面争了，我们咧修正拢伫个已经本来以后咧争啦，所以那个一本散万书，万书还要再归一本咱拢伫个一本内底都无遮，思维才济啦，所以要了解到说，原来。我们是一体，谢谢你们是安尼想，有啊，我们原来是一体，所以那个视性虚妄，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认为的一切啦，那一些都假的，好像空中的花，空中本来没有花啦，是我们那个眼睛有毛病才看到有空中花。可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没有见到之眼，咱看到拢现象无看到道啦，咱看到拢现象，无看到佛性啦，所以才看到万象这么深柔，万象这么多，所以。要甲咱讲万象拢假，咱会甲佛修正啦。都拢真的那假，所以佛用空花来说，让我们体会说完成所有。你看真实在你隔了一段时间来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啊，你小孩子的时候看跟老人家时候看。同一个人小孩子的一个人老人家一个人以年岁不同所看就有不一样了小孩子的时候看到的都把它扩大，本来小小的拢变足大，跟老人家的时候本来拢足大，一看到拢足小，所以都不同了伊那咧看看一个伊就把它放大，拢足重要的。到老来什么拢无重要，一个龟拢无要。所以讲这个整个凡尘的万象拢好像空中的花啦，真紧的拢变化。而那由尘花枝因根有相。这个佛又跟阿难讲，说因为有凡尘有凡尘在万象
所以才呢启发我们的那个知觉性这个凡尘的万象由尘然后发知因为有凡尘的万象，所以才启发我们知觉性假使若无凡尘，咱的知觉性你要知影啥？无物件互你知啦。即马有足侪物件你会知得出来那个知觉性就出来了那因根有相，因为我们有六根才知道有形象假如说我们没有根那个相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因为有六根才有六相相跟见无性同于交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我们看到的形象跟我们的那个看到的那个见相跟见它无性，所以这个地方就要了解到了那佛在讲的意思那个见不是在讲佛性是我们眼睛的功能作用因为形象跟我们看眼睛看见那个它没有自己的本性同与焦炉那个焦炉是一种植物两项合的才会活，你若无合的伊无法度活，互相依赖那一种焦炉那这一句可以讲是因缘和合这样对吗？对，可是因缘和合比较粗啦这个它在现象之中来讲，让我们从现象去了解真理因缘和合的话就比较已经落入很明显的一些文字你看伊这样来它不很明显，可是里面有里面就有那个眼即则生，眼散就灭的意思，可是他们不那样说他说呢这个因这个因尘发知因根有相那个相跟见都没有性同于交如就是要有两个合在一起才呈现是因缘没错啦，可是他不用因缘来说，用现象来讲让我们体会就是要我们进入生活里面去体会体会说生活里面就是道生活里面就已经有那个眼即则生，眼散就灭，就已经有了。那么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所以这个倒是很重要我们看到了我们见到了，所以这个知见这个地方就佛就在讲佛性了咱知影什么人知影佛性知影，看到什么人看到佛性看到所以知见袂使去立知咱知影意思无？知影咱即马知看已经拢佛性本体你即马讲佮甲伊引申用别个角度来讲对无？那个叫立知要建立这个已经知影着佛性已经面对对无？你即马佮甲伊讲这就因为安那，这就因为安那你才会当安那，那个叫立知啥意思吧？这就是讲当下就已经是你即马搁再去研究讲这就是安那，迄就是安那，迄就已经做知见立知啦。佮已经你直接的这直接的无爱用，你要搁再用，搁再你建立的佮另外建立的一种这个程序，你来知见立知佛讲即无明本。可以讲头上安头。对，就是头上安头，本来就已经是你就已经是对无？你讲唔是，就要安那才是，迄个就要安那才是，迄个做立知啦。你伫咧知见立知咱一般拢安尼咧用啦，都已经是咱都唔敢承认对无？就要搁用安那，安尼才是，啥意思无？
听懂吗？哎，对，哎，对对对，哦，那个我们哦，那个第一，安尼看了哈，一看了，哦，就已经全部都是佛性本体了。可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啊，刚是要做例子啦，刚是已经哦，本来就是啊，对不？啊，你若讲敢是吼，你看卖，已经把它否定对不？敢若是哦，啊，后边这一个敢若唔是哦，哦，就已经你看是不是已经漏入两边？本来是一呀吼，绝对的，它已经漏入两边，啊，所以那个叫无明本。哦，我们都是在生活之中啊，本来就是，所以啊。知见哦，不能再立知啦。哎，我们哦就是要了解说，哦，那个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哦，这个已经是我们真心了啊！你不个真心，哦，真的是。哦。可是那后外面那个心理学是不是就是属于这样？哦，对啦，心理学就是知见立知啊。可是啊，你看哦，你进入那一个哦，那个门禁啊，哈，你要入去心理学，你看嘛，哦，你若学出来讲，哦，我学迄个心理学呢，吼，可是不知道说已经偏离了佛性本体了。可是啊，佛性本体不值钱啊，当下就是，哦，迄个无价值啦。啊，伊即满若经过吼，哦，迄个学校，哦，啊，心理学，吼，啊，伊迄个，迄个硕士，哦，博士，你看是不是不一样？一个初人来讲德，啊，过来吼，迄个教授，迄个，吼，迄已经吼，博士论文通过了来讲德，是毋是无共？你也听倒一个讲？哦，对啊，一定啊。啊，所以啊，我毋则讲吼，莫去德国留学啦。你做来研究心理学嘛？伊讲我若无头衔哦，无法度领导大家。哦，伊就是爱头衔，我好啦，你去头衔。真的现在哦，啊，遇到少子化，基本上在遭遇怎么样？他已经当教授了，回来啊，就离开大大不修了。已经啊当教授了，我们给伊的学生打毛巾了，伊讲一弯不下腰来。现实啦，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啊，名相害人。哦，你去有这名害的，佛性就是佛性啊，它没有名分啦，哦，无名嘛，无，全部什么都没有。哦，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就是追求啊，哦，我们那个哦本体佛性本体，所以啊，知见立知哈，叫无明本。哦，这个知见啊，无见，在知见里面哦，我们不要再有意见，这样哦，就是啊，涅盘无漏真见。哦，所以啊，知见里面哦，已经就是佛性了。这样啊，就是不生不灭哦，无漏真见，所以哦，这个讲的哦，就让我们哦，一下子就回归哦，真的回归到本体了，哦，那么云何是中啊，更容他物，哦，或者是咧讲啊，你的当下就是佛性本体了，啊，已经是了，啊，要哪会当个吼，放别项物件落去内底，你放落都变唔是啊啦。哦，可能都并不是佛性本体啊，哦，所以啊，云何是中呢？更容他物，免人法度个放别项物件，放别项物件就并不是佛性本体啊，哦，而说具言，哦，佛呢就讲这个具言，哦，真性啊有为空，衍生呢故如幻，哦，那个真性，哦，我们的哦那个真性啊，假如说是落入啊，哦有为。哦，而我们在有为有形有相来讲，哦，它都没有形象，所以是空的。哦，衍生呢故如幻，
因为啊这个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衍生因缘所产生的，所以啊它就不真。那为什么我们佛性不能落入因缘，不能落入自然？因为因缘自然就有变化，就有生灭了所以这个真性有为空衍生故如幻进入衍生就变幻，就不是佛性本体了。那无为无起灭无所作为，也没有起灭这个不实如空花这个不实在呢，就好像空中的花就在讲我们凡尘的两边那个有为无为这个两边对待，它都不实在。那么言妄显知真，妄真同二妄这个就是说讲出来的话呢都会变化，可是为了要把道理这个呈现在凡尘，所以显那个真的，所有的真的从语言这个讲这一些语言讲出来它不真，所以呢妄跟真两个都不真，都是假由非真归真，因何见所见就拢连真的嘛变假本来真的去互咱讲敢是全变假啦，想了解意思吗？咱伫真的内底袂使怀疑怀疑才变假，敢是哇大一声本来就是就变唔是啦就变假所以由非真非真讲出来的真变做唔是真啦。所以佛就讲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佛性无言之法，无法度用语言来讲最高的无言之法。那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来讲可以进入了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佛性了。非即是言，但不是语言，是那个佛性的本体无言之法，以言显说，因言而入非即是言。不是讲这语言这语言你若讲这安尼就已经唔对可以因为言你进入因为这个语言你真是入去入去你的本性，你的佛性内底。所以昨天在台南同一宫有一个道亲问说，我们身体的觉跟佛性的觉有什么不同？要怎么分别？你可以说说看吗？试试看。对，身体的觉跟佛性的觉有什么不同？要怎么样分别？在考试。身体的觉，身体的觉，活着就有觉就可以感觉然后有触摸、冷热、冰寒、酸甜，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根去感受到，那就是觉嘛，身体的觉，对吧？然后那佛性的觉跟身体的觉其实是合一的，不是吗？是一样的它没有分那是这样吗？不是不能好像就是这样。所以佛学就讲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刚这个研究的我们要很明确的跟他讲说身里面的觉跟佛性的觉有什么不同，要怎么样来分辨。然后佛学就讲我们身体的觉它假如说变化很快，那就属于生灭了巴肚枵你吃就无去对不
是不是生灭了？哦，啊，你身躯无爽快，药啊食得好，无爽快无去啊，是不是生灭？哦，那个属于身体的觉。那佛性的觉哈，脱根、脱尘、离身、离界，那个你就讲不来。哦，那个就是真正的佛性的觉。可是你刚刚那样说也没错呢，那个是已经修得很高了。对，因为修得很高整个都是的。整个全部都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啊，你发挥出来的生灭的觉是从本体出来的啦。啊，所以说本体没错。可是我们刚要追求的时候，先把它厘清。可以听外面的声音，我们做偶跟连通了有没有听到？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稳性在，稳性就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哇，听无去对不？我们本来用稳性结果现在唔免用，所以脱根本来迄声音是尘六尘的生尘，结果现在无去哇，生尘嘛唔免对不？脱尘无伫咱身躯内底，它离开身又离开界，迄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所以咱要讲较开始咧学的人讲你安尼讲就明确你身体的觉时时刻刻它生灭变化，你外面这个你没有办法，一定是要佛性本体去领悟体会。那个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所以就很明显。可是你学到后来的时候，要了解到我们身上为什么会有觉，就是佛性所以佛性因为我们只有注重它发挥出来的状况，没有看它的背后背后是本体，发挥出来是作用。我们只有在作用里面很注重本体不管它，所以不是没有了，是不管它。你不管它就没有没有身份地位没有身份地位的时候到时候遇到事情什么人在处理？什么人处理？对都是要佛性处理可是我们遇到的现象所有的一切现象来，你为什么会知觉？就是佛性知觉了佛性知觉了以后你从你的佛性发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来我不造业，怎么样来我做的可以圆满这个发挥出来就是由本体发挥了。可是你出来的变现象的时候就变功能作用，你了解不？所以你要知道说越修越宽广的时候我们的角度就越多了。你讲一讲什么叫佛性本体？换你是我了，你怎么回答？我没有听懂。有一个浅显到那个板桥那个行思佛堂他呢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在别的地方讲性理心法他来到那个地方他一样坐着就听课嘛，然后就发问问题说你告诉我什么叫佛性本体？你现在当我了，怎么回答？对，对。你没有办法拿出去给他看但是他现在会说话，就是佛性本体在操作。
就是要让他能够能够降服啊，对啦，哎呀，你就像我拄则讲安尼啊，头根头尘，离身离境，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不是，那就是告诉他学不到的地方，他没有学到的地方啊，伊无学到家。那他怎么讲？那他听懂吗？这样讲他听懂吗？啊？这样讲他听懂了吗？当然会听懂啊。那还好。听懂了。可是他就是故意要这样子问，要给他。他来就表示要踢馆了。对呀。从他的态度、口气表现出来就是没有踢馆。对。他没有一种真心，然后没有一种要学习的心，学习的态度。他以为他自己又学得很多了。对。然后他会否定讲师讲的话，然后表现说他很棒，他讲一套道理出来这样。然后人家提醒他的时候，他又有一番说辞，好像说我不是来踢馆的，说的对，可是他这个修饰的语言、褒义语言又自以为是的说了一套，对不对？是表示他很棒啊，很会啊，他那个学问啊、口才都比我们讲师好，对不对？上次板桥有来讲，不过我在讲不是那一个嘞。不是那个啊？不是，是另外。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听课。不是指那个胖胖的。不是。我看他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有诚心要学。但是态度不对。对了，态度不对了，因为他资深的讲师。在德惠道场很资深，资深的讲师啦，那个德惠道场的前贤跟后学讲，他的框很坚固了。可是他也没有真心去，不然他做样子这样，没有忏悔的心思，他就做样子，很会做样子啊，真是的。所以啊，才叫做资深的讲师啊。虚见很深。对。这个事情提出来，刚刚那个痛是一般的自觉性，不痛是佛性，会比较。因为那个比较，你假如说要去体会说不痛的那个佛性本体呀，那个比较特殊啦。因为或许是要真的亲身去实验，所以我才去脚底按摩，然后我就体会真的我们身上就有一个不痛的，因为或许身体不好，所以一按摩那个脚底按摩师啊，他就看我脚底都是颗粒啊，叽叽咕咕拢会刷，就是表示身体很差啦。那个一般拢会哀叫啦。你若安尼颗粒足济对无？会足疼，足疼就会哀叫啊。伊看我奇怪，哪会拢安尼无反应？毋则愈出力啦，愈出力的时，伊就规身躯赶我已经都转伫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我毋则体会出来讲，真的不痛。那个时候你到你佛性本体啊，真的不痛。伊咧甲你饲迄很痛。尾仔佫换一个，很魁梧，两个都很魁梧啦。第二个也一样满身大汗以后，伊较巧，去抓一支插棍啊，安尼甲我拧安尼拧那个真的是受伤了。等下一个是讲好啊，我们没有办法了，就不爱甲我按摩，蛮贵呢，600，那个时候很早期600我就是要气。他怕没效吧？他什么都不会哀，所以他很认真。对啊，所以已经受伤了。受伤了咱人拢嘛会惊人笑对无？讲好，你拄则拢袂哀，即马爬袂起来
所以我就告诉佛性了哈，站起来。啊，其实已经吼，拢无知觉啊，脚骨拢无知觉啊。啊，徛起来，迄真是拢佛性徛起来。啊，我踏落迄个涂骹吼，敢若踏迄棉啊，软绵绵的啦，安尼软绵绵的。啊，当时啊，徛起来要安怎？行出去，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啊个啊，较惨，伫内底个有伊啊人坐。走出去，他走路要安怎？走路哦。还是要走稍微走离开一点点啦离开一点点以后转徛，转点啊徛差不多5分至10分吧，知觉性才回来。知觉性回来的时候，痛，很痛。你看有没有擦过那个我硬？但是我已经很高兴，为什么？找到佛性本体，在身上找到，有不痛的，所以我跟人家讲，你看很有力道。我跟你气验的啊，怎么会没有？所以我说你在身体很难过的时候，你赶快找那个不痛的，一定会被你找到。啊，你找到以后，哇，你会欢喜充满，你规世人拢无讲。就真的什么有嘞？有佛性本体嘞。那讲嘞讲的归讲的。可是后来我就想，要大家叫人去安尼像我安尼大概也很困难。我在同一公一讲，大家拢讲有点是骗人，很痛，哪有不痛？对啊，很多人都是真的跑去脚底按摩，很痛。我讲那个其实啊，我们都可以试验的，叫做转移呀。当你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被你的身体拉来，你被身体拉来都一点痛那也没痛，对不？可是你先转移。我那个时候也是用那一种把那个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声音，我已经全部都注意力都在声音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全部注意力都不在身上，真是有影袂听呢，我不敢马上回来了，注意力马上回来，马上听的表现了。所以我就久一点，久一点以后笃定的时阵我就等来看我的状况，看我的状况的时阵讲，奇怪，都不会听咧，所以我就知道说，有，我们身上有不痛的。我想是这个好像跟那个三彩啊，他在介绍的时候那个有人说他那个三彩的铃是老师把它放在口袋还是放在哪里是，然后他可以看得到，那个铃笛是可以看得到，那个是神吗？还是他是元神？那个因为或许以前也在后天没有做过了，所以了解到说那个三彩。我们要知道说状况不是都一样，它可以三彩可以本身的灵又可以在身上，仙佛来借教它的灵也在，变成仙佛用它也知觉，它的知觉会影响到仙佛，所以那一种状态就没有最好，最好是他把他的灵送到虚空，脱离他的身体，对，已经三彩本身的灵不在身上。在虚空，身都是佛在用所以你就看，他假如说那个仙佛一退，已经不用了，这个身躯全拢变茶，伊茶的时阵不是像咱人安尼行倒落的所在会去讲到对不？咱会安尼对不？那个时候，先如一个退的时阵
无止解绳，规支就跟他茶船拼咧吼，就倒了。所以你看他那个离身的那一刹那，仙佛离身的那一刹那，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假的真的，那假不了啦。刘老师啊，可是他身体是冰的，啊，我们要赶快用热水帮他敷，他才会热。哦，对啊，因为仙佛，你说仙佛有血嘛？对，我意思说那个三彩它都冰。对，都已经拢迄落啊。对，拢仙佛咧用，尤其拢用的过头，对，因为那个仙佛它是纯阳嘛，纯阳，力拢足大啊，尤其关圣帝君啊，你看迄个行路，若阵有老板拢会叮当的。你一个小女孩子啊，你安尼行到后夜老板的叮当，较等你脚看边啊，痛，拢痛嘞，拢无足痛的，所以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你看关圣帝君在美国借窍的时候，就降服那个什么狮子会的会长，他有一栋房子要给那个先天道场办道用他就是有怀疑那个三才那个刘一清学的啦，来了以后关圣帝君找关某有什么事？迄个船，伊讲足侪问题要问，一个听到安尼尔，无拢无问题。伊讲哪有迄个走那行路安尼老板整个会准，哪会讲迄个话哪有法度讲到安尼？找关某有什么事？关圣帝君伊说关嘛你找关某有什么事？没事，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还未照条拄着时阵有我咧一条一条泥点，有10条的门，一个正经关圣帝君来借条干，惊到了，真的吓到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有一些那就假不来了。你不管再怎么大的力道，你去踩那个楼板怎么会动？那一定要仙佛的力道对吧？仙佛借整个天地的力道来，那足大嘞。不过一救你的身躯，你的身躯都受不了，就这样等一下让落去呢。一定遐紧诶破，迄揉的揉，敷的敷，敷热，然后揉软，拢一直爱甲按摩，都这样所以当三才很辛苦你看会假袂假，你看就知啦。你本身现场看你就知道，真的假不来，假的真不了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都很切实的。咱拄则咧讲啥讲到遮啦，因为剩几分剩几分钟尔。妄真同二妄，就是佛讲出来以后那个真已经落入语言它就不是真的啦。所以真正的真它是无言之法。所以你若领悟的时阵你讲不出来啦。你讲会出来，你会感觉讲，不是安尼，一定你会讲不是安尼，那个就是领悟你领悟以后，你自己有一个轮廓了你知道知道那个样子你想描绘佮讲不出来有讲感觉不是，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无言之法，那才真的已经领悟。我们现在讲的言妄想显之真，就是要考虑会当知影接近那个真的所以无言之法，以言显说，明显的把它说，因言而入，非即是言，就是这样我们佛老师也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对不？那是咱佛老师讲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正的真啊，你讲不出来，迄拢无话啦。你讲会出来，要互你接近，爱当入去。你若入去，你家己要自己进去。自己进去，你就知道说，我已经踏上了修道的轨道。你若无入去要讲拢抑个唔是啦。还不是真的你真的要领悟对自己的本体一定要领悟不困难啦，在咱心上你是安那拢会知影，会叮当那个就是有亲切啦无？我就讲身体的现象水有风土，众缘机会就有用。这个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啦你看咱今嘛有知觉性，什么？就是佛性你有法度讲有视听缘动拢佛性你即摆若自重咱有法度指挥这个现象的迄个无形的佛性，迄就是本体啦若这有看会到，这拢是有做作用你就真清楚无深啦，袂讲真深真浅，只要咱肯研究都入去你有要说嘛？他剩下4分了。也想是说。这个由非真非真就是已经讲出来就已经非真了。那么允和见所见所以我们那个能见的本来就是佛性本体所见的已经是功能作用了。所以以前或者都会讲不以所见分别难见，但你能见好的消息会记得没？你能见迄能见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所见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见千差万别遐济啦，但是能见才一个。我们那个能见只有一个我们但你能见讨个消息，什么人能见？就是迄个佛性本体啦你要找本体有紧足紧袂使讲到安尼足神秘的啦那么中间无实性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我们的能见跟所见它的那个中间没有实现解结同手因圣还无二路这个拍角啦，咱伫凡尘无了解拍角即嘛解开了解这呢同手因咱拍角甲解开拢同款拍角的所在就是咱唔知的所在即马解开嘛是咱佛性的所在所以拢同款迄个无了解嘛为佛性生出来你即马了解嘛伫佛性内底所以都同手因因都相同所以你只要肯研究都一定会进步愈来就愈进入状况别人唔知咱家己知，家己一定知影讲我有入去无入去我修了啥款一定知会当骗别人骗袂过家己咱家己上实在家己时时来修，实实在在的这样修持圣还呢无二路就是圣跟还都同样的啦佛性拢同的，咱众生的佛性跟佛的佛性都一样的啦，只是讲佛已经拢解开所有的遐微妙拢已经离开咱无解开安尼尔我们都还没有解开，还在迷昧之中啦所以差在这里，只差在相，不差在性，性都相同的。你有讲是等一下再上课，要请问你。好，好啊。
像我们一般菩萨都眼睛8分闭2分开，他们是不是就是在做万缘万象？可是万缘万象不是不能指导8分闭2分开。你用想象的啊。那个菩萨的那个等于是说回光返照了。你眼睛全开叫做精神外放。你全闭的话叫做朦胧。所以它开一点点，开一点点，没有全闭啦。全闭假如说我们众生看到菩萨的眼睛都全闭的话，不管凡尘事啦，所以一定不能全闭。你全开的话，精神外放，他告诉众生精神外放不对啦，所以他就这个8分闭2分开，有时候是说3分开啦，7分闭，大概是说一点点那个样子。那告诉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啦，精神不要外放，就是收回来，是那个意思。他不是说在做万缘放下，因为我们万缘放下呢不深，主要是启发我们佛性，要知道佛性的轮廓，那个是一个入手，都已经成就了才坐在共州了，他不用那样做，所以那个那前贤在讲，菩萨活菩萨在做耳根圆通，我讲活菩萨已经成就了那个是我们要做了，我们还没有成就的要做他不用，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了解说，活菩萨也会从形象里面告诉我们怎么修了，只要你去体会你就会有所得，你会讲安那做才对啦，伊就甲我讲伫咧行为甲我讲伫咧形象甲我讲，有那一种意味所以要了解说有一些借着活菩萨借着形象借着外面的一些众生告诉我们答案。那我们做万缘放下就是要闭起来了。你要闭还是要开，那个都随你的意思啦，那个无关紧要。重点是说什么都不要想。你做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放下，放下再放下，一直放。不管看到什么，不管有什么来都不要管，放下，一定要放下，因为全部都放下，那个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本体啦。你放不下本体出不来。我们一般佛教徒他们打禅也是3分闭2分闭8分闭2、3分开，那他们是在回光返照。佛教徒他们打禅是这样比较不会有妄。因为你眼睛全开的话，精神都外露了。你前臂会暗，暗的话会容易起心动念，容易胡思乱想。所以你稍微一点点开的话因为有顾忌你有顾忌的时候就不会那个胡思乱想那么厉害。所以他们也养成习惯，在这个禅坐的时候也都这个样子。这个是佛陀传下来的，佛陀。对呀。不一定是要这样子。活泼啦，你越活泼的话越轻松，越容易进入。这个圣凡无二路，就表示不管是圣，不管是凡，都是同样，要成道成佛都是同样的。迷回即无明，我们迷了，回就是暗，我们
这个迷了，不知道这个离，以及暗不光明，那个呢就是无明。那花明啊变解脱，我们把那个无明去掉，花明了，就解脱了，就是不迷昧了，不迷昧啊就可以解脱。那底下这个呢，我们都比较了解啦。自心起自心啊，非幻成幻法。那个我们当下就已经全部都是真了。当下你不要有那个念头啊那全部都是真。可是啊，假如说我们又要追求啊我们的那个真心啊，要追求佛性本体啊。那个叫做自心起自心本来都已经是了，可是我们不敢去认，不敢承认，然后再找，那个就自心起自心我们都这样啊，众生都这样，本来都是我们真心的，可是我们都不敢承认，然后再找，那个叫自心起自心然后挥幻，那个你不要取的话就挥幻了。一取了以后啊，就成幻了吧？你取自心的时候啊，它就成幻了吧？不取啊就无挥幻，不取就不是那个幻的你取了就成幻。那挥幻尚不生啊，幻法允合力？那个幻化本来它都不产生啊，幻法呢怎么会啊这个建立？这样呢就叫做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就是我们当下不要呢这个自心起自心自心已经全部就是了这样叫妙莲华，很奥妙的莲花金刚王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呢就是金刚王宝觉很宝贵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如幻呢三摩体弹指超无学，因为我们很容易事项所以佛在讲的时候就加2个字如幻。三摩体是正定正定我们就很容易住相因为正定很殊胜你在正定之中会很愉悦就快乐行全带伫个内底，所以加2个字如幻假啦你足好的迄个境嘛假啦这样我们就不会住相了，所以加2个字如幻三摩体。三摩体很殊胜正定已经离正定内底表示说已经在佛性本体之中了那个很殊胜。那弹指就是很短的时间弹指各位会吗？会不会这样弹指足短时间那弹指超无学，就已经超过无学无法可学啦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无生法忍的时候都叫有学，然后已经到达无生法忍了，就叫无学无法可学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了。那你又超过无法可学那等于都是到菩萨佛的程度了就是很高的意思弹指超无学就已经呢很快就进入那个很殊胜的领域那此阿毗达摩这个就是无比无比法，最高的法这一种阿毗达摩最高的这个佛法十方呢婆切法，就是十方的佛啦，婆切法就是佛所以我们了解说十方的佛一路的涅槃门
这个一路啊，就是都这样的，他们都从这样到达涅槃的那个门径。那么25门啊，修持方法25，就是我们在这个楞严经啊里面呢详细讲6根6尘6识36 18，再加7大就是25。那么25门的那个修持方法以触而修啊，那个巴托波罗就是触接触啦咱身躯的接触啊身躯的接触身体的接触就是那个巴托波罗。那么于一生死啊他们这个要15天才可以啊洗澡一次啦咱这句啊大家嘛咧洗，无洗哪挡会掉因15天才会使洗一届拜日入去洗。然后啊随类入世入去啊迄个意识内底啊要洗身躯啦。然后忽悟水因啊领悟那个水的原因，那既不习尘啊，亦不习体中间安然。所以咱大家嘛咧洗啦，毋过咱洗几啦10年啊，拢嘛毋知影讲啥物道理伊就是领悟啦。伊讲即马水安尼呛来咧洗，是咧洗啥他说哪咧洗灰尘灰尘没有知觉性啊。若讲习体，是咱的身体，身体的4大假合啊，水火风土水火风土嘛无知觉是咧洗啥？是谁咧洗？讲安尼领悟啦。咱即摆若转去洗来想看卖。不洗尘也不洗体，在洗什么？中间安然。了解无？唔知，搁讲。因为咱若较需要倾向于这个接触的迄个那一种感觉来修，就是水接触到身体，那他想说也不是洗尘啦，也不是洗体啦，无咧洗灰尘嘛无咧洗身躯啦。迄个接触迄个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中间啦。中间不洗尘也不洗体迄个接触什么人接触？就是水面喷到身体的那一感觉的那一刹那。那个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是在洗的时候都是咱拢会接触嘛。迄个接触就是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看咱洗几啦10年也唔知影洗身躯洗啥？洗身躯洗啥？洗垃圾。这个他就在讲说洗灰尘的话，尘没有知觉啦。洗身体的话，身体是4大假合，它还一样没有知觉。咱是安哪有知觉？就是佛性啦，那个叫做中间安然我迄个接触就是佛性啦。你知无？有了解无？就是直接有接触了。它也不是洗灰尘，也不是洗身体会当接触的迄个就是啦。我要追求的安尼认真几啦10年安尼追求的，互伊领悟啦。你看人咧洗身躯就领悟咱洗几啦10年我嘛唔知影所以
这个中间啊安然，得无所有，就是啊，无所有，既不喜尘，也不喜体，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那个中间安然，迄个啦，咧追求迄个啦，追求迄个用体会啦，用领悟啦，体会领悟就把心安住伫遐，安住伫遐中间安然，所以相尽性贤，观行成就，相形象，在水啦在灰尘在身体的四大假合，在相拢尽迄个性佛性，迄个中间安然的佛性就现出来安尼了解无？有详细无？往后讲给人听也要这样讲，爱人领悟无你若讲干那文字读的人唔知影无效，爱意思拢知影。所以这个呢就是触，以那个触觉来修道的，那个接触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那个接触的那个触很明显，对不？你的水接近到身躯的时阵，迄个接触迄实实在在哪会无？毋过你要抓无啦，你要讲是伫倒？伫你的领悟啦，有确实迄个领悟，迄就是啦，就这样。那么空大那个这个那个七大里面这个所有宏图空见识空大，空大呢十方为尘，这个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就是十方的围城，我们众生颠倒，拢是虚妄啦。如是乃至3000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气中400文瑞，好像我们拿一个器具来装给内底底迄100文瑞。迄个蕊迄就是绳甲网同款，遐细尾，会飞会跳的迄款的，100文蕊，啾啾乱鸣但是迄叫的声咱拢无啥听啦，网有啦，迄暗时要甲咱定好有听，要困全袂困的，咧耳那个这个文文蕊。所以这个呢是呼罗那讲的，说我们所有众生呢，好像一气中呢400文瑞啾啾乱鸣，于荒尘之中古花狂闹这个我们在荒寸，就是我们那个闲观荒寸之中，古花狂闹。就是我们的性没有就是稳定就是发狂就在闹。逢佛未己遇到佛了没有多久，得无生忍已经得到了无生法忍。那么尔时心开那个心开就很重要了，领悟呢就叫心开。领悟到真理了见到佛性本体叫心开。乃见东方呢不动佛国为法王子是方佛身心发光呢洞彻无碍。所以我们了解说东方东方就是动之头这个动勤动之首，就是从东从东开始那我们
完成的一切啊，也是一样。从呢这个东方发动，然后啊整个啊这个万物啊欣欣向荣，可是啊东方呢就是不动佛果，这个勤动之手啊，体悟到呢如如不动，那个啊佛性本体，不动佛果，为防止。然后啊，这个净视啊，十方佛，身心呢发光，动色无碍，所以我们呢，只要修呢，都能够成就。一段呢，这个耳根圆通啦，从稳思修啊，入三摩地，吃于稳中呢，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不是，是观世音菩萨把他的修持过程啊。就是讲出来，就是从稳性之中啊进入，入流往手，这个入流，进入啊，圣贤的末流。那在我们实际的行持方面啊，就是所有进入到我们内心呢，进入了以后啊，我们让它呢这个流不要呢，记在脑海。那往手就是呢，把能手啊全部呢，让它都死亡了，没有能手。那么手跟入，既急，入也急了，手也急了，这样呢就已经进入理想的状态，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这个动静啊。有声音的动，没有声音的静，动静两个，了然呢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啊，但是不在心中啊，这个产生呢动静的形象，如是呢见真，这个已经呢有功夫啊不错了，可是呢不能停留，一定还要再向前啊。精进，就渐渐的增加我们的功夫，然后稳，能稳啊跟手稳进，能稳手稳都已经呢，超越了，没有能稳，没有手稳，然后啊这个静稳啊不住，这个能稳手稳都没有了，这个很殊胜啊，已经呢进入很高的程度。那静稳很殊胜的这个又不要住，剩下呢就是觉，能觉啊跟所觉，空，能觉所觉全部呢都是空，已经呢很好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步一步啊，越来就越高的程度啊，到达空跟觉啊，局也，都很圆满，空也圆满，觉也圆满，可是这个时候啊，大部分呢都着重在空，所以能空跟手空昧，没有能空，没有手空，昧，所以这个很微细的，能手都没有，到最后啊，所有的生昧都寂昧，已经都昧了，所有生昧啊都全部昧尽了，寂昧就现前。那个寂昧啊，就是佛的那一种状态，寂啊就是如如不动的，昧啊昧掉所有烦恼，所以到达寂昧现前啊，那已经成佛了啦，成佛的状态叫寂昧现前，那忽然超越呢，世出世间，世出呢就是出世间，世间呢就是凡尘。十方圆明，不管是出世间还是世间啊，都呢十方圆明，是啊。我们讲这个入流往所，是不是你教的那个万缘幻象？一样。是，它是一样的那一种方式啦。可是这边
是观世音菩萨在讲，观世音菩萨他在讲说入流啊，就是我们不管什么到我们的这个心中来，我们知觉性来，都让它呢流走了，不让它存在我们心中入流。可是在一般这个解说的话，他会说进入圣贤的末流。那个啊不一样的角度说啦。可是，一般外面讲他都会讲进入圣贤末流。可是啊，进入圣贤末流，只是一个名词状态了，对你要怎么做没有交代。可是啊，我们在讲说，所有万象万事进来了，你不要住在心中，让它消失流走，所以这个就功夫了。我们一看到万象都记掉不流了，都记掉没有你让它流入流入流还有一个角度啊，叫做照性。入流的时候啊，已经照见你的本性，然后出流就跟凡尘攀岩，出流眼尘，入流照性。你看，或许在讲的角度真多了，但是你也听听讲，哇，你讲啊这我要安怎修？对，可是啊，我讲很多法门，你看适合哪样做，你觉得说这个好做，你就 Q 来，你 Q 来去做，然后就有功夫。就不要三心两意了。就是你要做什么就做到有成效出来。你能够一万象万事进来都不住在心中，让它都流走，你会很清净那假如说用入流照性的角度来看，一回光返照了，你就看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或许因为时间久，我都会找很多的角度来阐释它的内容。那活菩萨他是只要你进入状况就对了。你若无入去，就搁较好的嘛无效啊。你就要有法度入去，有法度入去，就要讲足济的角度，互咱来选讲我要安怎做。你能够选了一个你喜欢的，那你就努力做，成效一定出来，一定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跟万年方向里面不深啊，虽然有一点雷同，可是因为这个它是还有后面入流往手以后啊，它还有手入寂起啊，动静二现了然不生。可是我们万年方向不能有后面的，当下就是拢无，所以不同。是菩萨呢，所记啊对佛，觉海性成言，言成觉言妙，所以或许都讲说，真正的文殊菩萨呢，把那个整个天地的形成，都讲得很详细啦，就是这一段。就是觉海，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觉啊，就好像海那么宽广我们呢凡尘的海啊，还有边还有底，可是我们的那个佛性那个觉啊，没有边也没有底所以比世间的海还要呢宽广。那我们觉海的性就是佛性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成圆这个成净成清圆满所以它的文字不多，可是意思呢包含就很多这个是直接就讲佛性的本体。那么言成觉言妙就讲我们佛性的
那个相跟用，佛性有体，然后有相有用，圆成，前面呢是成圆，后面呢它就圆成，觉圆妙，圆就是本来，我们的佛性本来，本体呀，它就很妙，所以这个是讲我们的那个相大呢跟用大。那圆明呢，照生所，这个圆明本来呢，我们佛性就很光明，然后照，那问题就在生所啦，要了解说，我们呢一般都会觉得说佛性呢不够光明，然后我们要呢，让这个佛性呢，修得光明，就生所。就是有能手了啦，所以要了解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它本来光明，你不要去，有所作为，它本来就光明的，它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佛性之中它呢是光明具备的，可是我们呢，就是要使佛性光明，那个就变了，生所，生出能所啦。我会当修我可以修道，就认为说我们修道呢，就可以那个胜过于整个天地啦。不知道我们这样呢生所，生出能所就变成无明。不要生以本来光明本来光明是佛性本有的。各位就可以想象咱今嘛要有佛性光明咱拢看不到光明今嘛认真修要有佛性光明。今嘛会记哩足光明还安那袂记哩咧？袂记变暗，会记哩光明，袂记哩暗。明甲暗变做互相伫咧交替，安尼做啥？生灭啦。伊本来迄个佛性本体的拢真光明拢无变化，没有变化。可是你一加了加明的变化，变生灭啦。你会记你加的光明，若袂记你加的黑暗。伊本来人伊家己就真光明就好加薄加熬佮加个要甲修好伊光明。你看我们不是这样讲吗？佛性都是很黑暗爱甲修好伊光明，有无？结果你看一加明就变无明，不加都本来就光明的。所以我们问题都出在这里所以文殊菩萨就讲熟立那个能手建立了照性王我们佛性本体那一种照性本来就很光明的照性王无去因为你变你较熬咱进前拢直接咧讲人定胜天，有无？敢有影人定胜天？无法度胜天啦，人搁较讲嘛，伫咧天的底下，哪有法度胜天？所以那个能手一建立我们佛性本体的照性就已经没有了，死亡了。佛性本体的光明就死亡了，所以就讲这个是世界的由来，因为我们迷跟妄才有虚空，迷妄呢才有虚空，那依这个空来建立世界啦。你看世界的建立是我们众生的迷妄，它才建立的。真假？伊的来源就是迷妄真假假啦，世界假，
哦，咱即马讲伫个，你若出去甲人讲世界假吼，人讲你神经有问题啊，绝对是安尼，对不？可是这个是讲真理的部分啊。他说哦，因为迷妄啊，才有虚空。那因为哦虚空啊，哦才建立世界。那因为世界啊，哦建立了以后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了以后才有业果。那所以世界众生业果都是从我们的迷妄来。所以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啊，就是开始迷啦，妄。哦，都是这样哦，迷妄啊，哦，这个有虚空，然后依这个空才建立世界，哦，想成国土，哦，你看哦，这个我们的念头想，跟你那个成境啊，哦，我们的念头跟成境啊，就变成国土，哦，就是啊，世界，哦，那个建立的意思啊。已经有国土了，那有国土了以后啊，哦，知觉乃众生，哦，那个有知觉啊，就是众生，哦，有知觉的就是众生，所以啊，先建立哦世界，才建立众生，那实际上一连贯下来，从迷妄才有虚空，因为空才建立世界，因为世界才有众生，因为众生啊才有业果，所以佛跟我们讲啊，只要两个字不随，你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就解脱了啦。我咧想讲咱拢嘛想讲要甲人共款就好，对不？你若甲人无共款，就奇怪随不随？哇，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大概要马上说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啊还不容易，对大家拢共款的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就讲空生大觉中啊，这个空迷妄有虚空的这个空，在我们大觉之中产生那空生大觉中，它呢就好像呢，如